求职诈骗事件时有所闻，黄伟特表示，不管是少年人，或者是二度就业中高龄者，求职时拢应该注意防范。台南的失业率是全国上低县市之一，市府除了积极打造低失业率的环境，也提醒求职求财者要慎防诈骗。这次嘛非常感谢台南出身的乐天女孩队长兰兰担任求职防骗、就业暗线的代言人，希望透过行动活泼的影片，帮助民众建立防诈观念。欢迎我们的贵宾兰兰一起来对我们求职宣传求职防诈骗的一个宣导。其实我们知道台南我们希望说很多好朋友，我们的失业率是比较相对的低但是求职的诈骗各地包括全台湾各地还是层出不穷。所以呢，我们特别的希望，不管是年轻朋友们，还是这个二度就业，甚至这个中高龄就业，他们都需要这个在求职的时候要防止一些诈骗。同样的，求财的人，一些企业也避免受到一些所谓的诈骗。过去曾经有一些中小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当他们应征面试合格的人结果老板出去，他随即把这个公司里面，或是把这个抽屉里面的钱都拿光了所以我觉得求职求财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兰兰也提醒咧找头路的朋友，应该记掉求职防骗357的原则。大家知道，其实面试工作其实非常重要，有很多要注意的东西。希望大家求职的时候要注意357的防骗原则。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富有热忱，然后是你兴趣的工作。让我来为你的求职之路加油！劳工局也提醒民众，想要就业安心，需要记掉求职防骗。薪水公开解释以及就业因素要提防，尤其近来有真侪海外工课求职陷阱，希望借由影片公开播映，加强民众防范的心态，以防范手法百款的求职诈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